大家好，我哋學校就喺流雲村附近，呢度有40幾年嘅歷史。平時有好多公公婆婆，有啲用拐杖，有啲要坐輪椅。為咗幫助佢哋，我哋早前做咗街頭訪問，問過20幾位老人家，發現佢哋面對一個好大嘅難題就係痛，因為年紀大，肌肉流失，骨頭突出嚟。市面上硬邦邦嘅按摩器打喺身上面只會痛，根本享受唔到。特別係坐輪椅嘅長者，屁股大腿長期受壓，好辛苦。但市面上嘅按摩墊形狀固定，根本塞唔入輪椅裡面用。所以我哋就設計咗呢一款暖心按摩器。我哋一齊嚟睇下作品先。我哋呢個作品適合唔同年齡體型嘅人使用，入邊有防水布、氣囊、可調格嘅軟喉冰袋、發熱貼同埋魔術貼。嘅核心理念係以油制乾，大家睇下，我哋唔使用硬膠口，而係用 TPU 物料嚟做嘅氣囊。氣囊嘅製作過程，我哋首先用咗蠟雞同小型食物封口機縫合，但係發現理想不佳，最後我哋用咗大型嘅食物封口機嚟操作。呢個就係我哋嘅內部結構，大家一齊嚟睇下。原理用係壓住爐底板編程控制電子氣閥同氣泵。你哋睇 A 組同 B 組氣囊會輪流充氣放氣，模仿人嘅手按摩嘅節奏，促進血液循環，恢復又唔會整痛骨頭。唔單止係咁樣，我哋仲關注長者嘅健康意識，產品放置咗脈搏血氧器，一邊按摩一邊可以監測心跳同血氧，如果有異常可以立刻知道。呢款產品最勁嘅地方係佢嘅模組化設計，我哋用咗魔術貼同可彎曲軟喉，俾你啲氣囊可以隨意貼隨意齊。如果你係輪椅使用者，可以將按摩器貼喺座位或者椅背，針對臀部減壓，解決坐得太耐嘅痛楚。大家一齊嚟睇下我哋嘅產品同市面上嘅產品有咩優勢啦！無論係我哋嘅成本、面料、氣囊物料同埋設計都好有優勢㗎。冇錯，佢仲有無限嘅延伸性，只要連接多幾個氣囊，佢就可以由一個局部按摩器變成一個減壓坐墊，甚至係一個防褥床墊，真正做到一物多用。仲要係呢一套多功能嘅裝置，原型成本只需要大概100蚊，比外面幾千蚊嘅器材平嘅好多。我哋仲加入咗冷熱敷功能。我哋收集咗50幾位同學嘅意見，佢哋都講話效果比預期嘅好，都有好多唔同嘅按摩效果，尤其是係勞勞壓嘅時候，可以明顯感受到血液嘅循環，理想效果都理想。我哋同時間都收集咗好多唔同嘅意見同埋評估，例如可以改善一下走線嘅情況，縮短電路嘅距離，同埋更換魔術貼嘅時候可以更加舒適同埋貼身。我哋喺學校都揾咗好多唔同嘅同學嚟進行測驗，不如我哋睇下個過程啦。我哋亦都做咗好多唔同嘅測試。氣囊方面，我哋做咗拉力、壓力同埋氣密測驗，確保佢嘅延續性。同埋布料方面，我哋做咗防火、防水、抗磨測試，預防有啲不知理意外出現。亦同時間都做咗抗磨測驗，可以預防到老人家或者孕婦皮膚不適嘅咁情況。嚟緊，我哋會喺校園推廣按摩對健康嘅好處。希望大家鍾意我哋嘅作品。